她是四大美人裏最慘的一個，卻活成了漢朝最狠的贏家。說出來你可能不信，中國古代四大美人裏，西施有范蠡愛着，貂蟬有呂布護着，楊貴妃有李隆基寵着，只有王昭君死的時候，身邊一個漢人都沒有。埋她的那片草原離長安3000里，送她最後一程的，是一群她根本聽不懂，對方在念雜魔經的匈奴人。她留下的全部家當，就一把桃木梳子。那把梳子船是她15歲那年從湖北子貴的老家出發去長安的時候，她娘塞到她手裏的。5年的冷宮，2任單于，2個國家，半個中國，她那都沒丟。最後這把梳子跟着她一起埋進了塞外的土。你說慘不慘？可就是這麼一個看起來最慘的女人，卻幹成了一件西施貂蟬楊貴妃加起來都未幹成的事。她一個人換來了漢朝60年沒打仗，60年雜魔概念，2代人從出生到老死，沒聽過一聲戰鼓。老百姓不用玉霓賣女交軍糧，壯小伙不用披甲上戰場。這60年裏，在北方邊境上出生的孩子，長大成人，娶妻生子，壽終正寢，一輩子沒見過一匹匈奴的戰馬。漢武帝打了一輩子也沒做到的事，一個連皇帝面都沒見過的宮女，走了一趟路，做到了。所以今天這個故事，我不想再講那個美人版的王昭君了。那個版本你聽了100遍了，說她多美多慘，華師多胚，皇帝多蠢，聽完心裏酸一下，第二天忙得乾乾淨淨。今天我想跟你講一個不一樣的王昭君，一個贏家版。你會發現這個漢朝最安靜的女人，其實是整個西漢下半場最狠的那一個。我們先把時間倒回到王昭君15歲那年，那時候她船不叫王昭君，她就叫王祥，一個湖北貴的小姑娘，家裏條件還行不算窮，也絕對算不上貴。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那種3、4線小城中產家庭裏長大的乖乖女。子貴這個地方你知道嗎？就是屈原的老家，在長江邊上，牌子的牛奶，山多水多，香溪繞着村子走。當地的姑娘從小就在香溪邊洗衣服、梳頭髮、照鏡子。史書上有一句話寫得特別好，說那條溪水因為昭君臨江浣紗，變得香氣4日。這話當然是後人編的，但你能從中讀出一個信息，在她未成為王昭君之前，她就已經是子貴那片山水裏最打眼的姑娘。可那又怎麼樣呢？漢朝有個制度，叫良家子入算，簡單說就是皇帝定期派人下去，在全國範圍內挑長得漂亮、家世清白的姑娘送進皇宮，不是選妃，也不是選后，就是充實後宮。聽明白了沒？充實你甚至不是作為一個人被算進去，你是作為一件物資被送進去。黃琴15歲那年，這個厄運砸到了他頭上。現在你設身處地想一下，你15歲正在跟小姐妹說着悄悄話，計劃下個月誰家的兒子來提親。突然有一天，官府的人帶着聖旨到了你家門口，你爹你娘跪在地上合頭謝恩，謝完之後抬起頭，臉上全是淚。你爹似囉嗦嗦的拉着你的手說：閨女你要去長安了。你船沒反應過來，你娘已經哭得直不起腰，為雜魔哭，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一去就是一輩子。漢朝的宮女進宮容易出宮難，除非皇帝死了大赦，或者你自己熬到年紀大了被放出去。可那種時候，你已經是30多歲的老姑娘了，老家早就沒你的位置。這一走就是生離死別。出發那天，他娘從箱底翻出一把桃木梳子，塞到他手裏。你別小看這把梳子，
在古代桃木是辟邪用的，是一個母親能給女人準備的最便宜也最隆重的護身符，相當於你媽在你離家前從脖子上摘下來掛你身上的那條玉墜，不值幾個錢，但他能給的都在裡面了。王嘴攢着那把梳子上了馬車，馬車出村的時候，他沒敢回頭，為什麼不回頭？因為他知道，他要是一回頭，他娘就要追上來了，而他娘一旦追上來，他就走不了了。這是黃巾人生中第一次做狠心的決定。從衣櫃到長安，走了整整3個月，馬車顛簸，山路崎嶇，他套了一路，等到長安城的城門出現在眼前的那天，這個小姑娘已經瘦了一圈。她趴在車簾邊看着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心裡想着一件事：這地方這麼大，我一定能在這有個位置。可她不知道的是，越是大的地方，越沒有普通人的位置。進宮之後，王吉被分到了一個叫日亭的地方。這詞你可能不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皇帝的後備倉庫。整個漢朝的後宮是金字塔結構，最頂上是皇后，然後是超而節如美人，八指這一長串嬪妃，再往下才是普通宮女。而日亭呢，比普通宮女船低一級，它裡面裝的是那些等着被皇帝挑，但船沒被挑上的女人。你可以理解成日亭就是一個待命鉤，幾千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堆在那，等着那天皇帝心血來潮翻名冊，翻到你名字了，你的人生才算開始。翻不到呢？翻不到就老死在裡面。我給你算筆賬，你就明白。漢元帝那酷人，日亭裡大概有多少姑娘？未人知道準確數字，但保守估計3000以上。而皇帝呢？一年能真正注意到的宮女不超過10個，3000比10隻比中彩票船難。更要命的是，皇帝怎麼挑？難道把3000個姑娘排成一排，一個一個看過去？當然不可能。皇帝挑人的方式，用的是畫像。宮裡有專門的畫師，負責把每個新入宮的宮女畫下來，集中裝訂成冊，送到皇帝寢宮。皇帝晚上未事翻翻畫冊，看哪個順眼，手指頭一點就他了，引起來好像挺公平對吧？長得好看的，畫出來就好看，就能被翻牌。可問題是，畫師是人，畫師這個職業在漢朝屬於宮廷技術工，他有手藝，有權利，但工資不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對着一群年輕姑娘畫畫。你猜他繪不繪動點別的心思？答案是繪。他不光繪動心思，他旋把這門心思做成了一門生意。規矩是這樣的：你給我塞剪，我把你畫得漂漂亮亮的；你不給我塞剪，我就按你本來的樣子畫，甚至船可能畫醜一點。這門生意在宮裡公開的程度，差不多相當於大家都知道，但誰也不說。宮女們進宮的時候，家裡但凡有點門路的，都會提前準備一筆錢，現了畫師就偷偷帶過去，10碼5碼3碼，按家底來。這筆錢在當時叫點金之筆，字面意思就是給你一點金子，我這支筆就開始發光。而王耿他沒有這筆錢，我知道你肯定要問，他家裡不是船可以嗎？俗規的中產家庭，湊個3、5碼應該不難吧？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歷史空白點。正史上沒有明說王家到底給沒給剪，但有一種說法流傳到很廣，王耿不是沒剪，他是不願意給。你想一下這個畫面，畫師無言受坐在小屋裡，桌上擺着筆墨，一個一個宮女進來先行禮，然後悄悄從袖子裡掏出一個小袋子，放在桌角。無言受看也不看，
不一動話的那叫一個眉目含情。輪到王者了，他15、16歲，第一次面對這種場面。他走進去，站在畫師面前低着頭，雜麼也沒拿出來。無言壽等了一會，抬起頭問：船有別的東西要給我嗎？王子沒說話。他抬起頭，看了無言壽一眼，然後低下頭，把自己隨身帶的半塊麥輕輕地放在了桌角。就半塊麥，那是他能拿得出來的所有東西。無言壽看着那半塊麥，笑了一下，然後他拿起筆開始話：這一筆下去，王者的命就定了。你要我怎麼形容那像話呢？後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裏寫，說無言壽畫塔，貌為最下4個字，翻譯過來就是所有宮女的畫像裏，他被畫的最醜，不是比醜是最下。整個掖庭最難看的那一像。你想一下這個事情有多離譜？一個在湖北分桂湘西，邊被當成美人的姑娘，千里迢迢送到長安，被一個畫師用一支筆變成了整個後宮最醜的那一個。從此他的畫像就這麼被定格在那本冊子裏了。漢元帝每天晚上翻畫冊翻得津津有味，翻到他這一頁的時候，手指頭啪的一聲就過去了，就再也未回嚟過。王喜在掖庭裏就這麼待了整整5年。你以為這5年是浪漫的宮廷生活嗎？不是的，日庭的日子跟坐牢差不多。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洗漱打掃，做最基礎的雜活，不能出日庭的門，不能和男人說話，不能大聲笑，不能私下串門。晚上回到自己那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油燈都射不得點太久，燈油是要算配額的，吃的是最普通的素米飯，穿的是最普通的青布衣。偶爾宮裏有大宴會，日庭的姑娘們聽宴院處傳來的樂聲，就趴在窗戶上聽完了，各自回房睡覺。第二天起來繼續，這樣的日子一天一天一天，沒有盡頭。王庚剛進去的時候也哭過，他想家想見歸想他娘，想湘西邊的那塊青石板。可哭到第2年，他就不哭了，不是因為想開了，是因為沒用。在日庭哭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你哭沒人理你，你絕食未人勸你，你生病熬過去就熬過去，熬不過去就拉出去賣了。掖庭裏每年都要死幾個姑娘，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自己了裂的。第3年的時候，他開始把那把桃木梳子壓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摸一下，像摸他娘的手一樣。第4年的時候，他已經學會了一個人坐在屋子裏，一整天不說一句話。第5年的冬天，他20歲了。你知道20歲的宮女在掖庭裏是個雜麼概念嗎？老姑娘漢朝人14、15歲就出嫁，20歲沒嫁出去，在民間叫正女。在日庭裏，20歲船沒被皇帝翻牌，基本就等於被判了磨期徒刑，因為接下來每1年會有新的更年輕的15、16歲的姑娘源源不斷的進來。你在這個待命歐里的排位，只會越來越靠後，到了30歲，你就是掖庭裏的老人了。到了40歲，你是被年輕宮女嘲笑的對象。到了50歲，如果你存活着，你就是一個被徹底遺忘的影子。王剛20歲的那個冬天，他坐在自己的小屋裏，看着窗外的雪。他拿出那把桃木梳子，梳了梳頭。梳完之後，他對着銅鏡照了照，鏡子裏的那個女人，眼神已經空了。他知道，再這樣下去，再過10年、20年，他就變成這賭場的一部分了。他想走，可他能走去哪呢？就在王姬20歲的這個冬天，一個消息從塞外傳來，傳遍了整個長安城。
匈奴呼韓邪單於第3次親自嚟漢朝，求娶漢朝公主。這個消息一出，整個朝廷都炸了。你得先搞明白一件事：呼韓邪單於是誰？他是當時的匈奴一把手，相當於那邊的國家主席，一個北方游牧帝國的最高領導人，親自跑到長安來求親。這在整個漢匈200年的歷史上都是頭一遭。以前是怎麼求親的？以前是匈奴派使者來說，我們要娶你們的公主，然後漢朝挑挑揀揀，勉強送一個宗室女過去。現在是雜麼情況？現在是呼韓邪自己坐着馬車，帶着隨從，帶着聘禮，親自跑到長安城的太極殿上，跪在漢元帝面前說：我想當漢朝的女婿。這話的分量你品品。一個曾經讓整個漢朝膽寒的北方帝國，他的首領親自嚟認親家。這不光是一場婚事，這是一場政治上的徹底臣服。漢元帝當場就落，當然要同意啊。這馬玉太划算了，答應他，換來北方幾十年的太平。這比派衛青霍去病打幾十仗都省錢省力。問題是送誰去呢？按規矩，和親送的應該是皇帝的親生女人，叫真公主。可是漢元帝捨不得，這也不能怪他，換誰都捨。你的親閨女，從小養在身邊，捧在手心裏，讓你送到3000里外的草原上，一輩子回不來，跟一個你從來沒見過的北方老男人過日子。你該罵漢元帝想了想，拍板不送真公主，從宗室裏挑一個，或者從日廷裏挑一個良家子，封個公主的名號送過去。這招其實漢朝幹了好幾次了，不稀奇。呼韓邪也不在乎，他要的是那個漢朝女婿的政治身份。至於送來的人到底是誰的親閨女，他根本不關心。消息一傳到日廷，整個日廷都瘋了，但瘋的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樣。所有姑娘都在瘋狂的躲，為什麼躲？你聽我給你講講當時的人怎麼看匈奴。在漢朝人的認知裏，匈奴是個什麼地方？是個沒有文明的野蠻人聚集地。那地方冷的能把人凍死，一年有半年在下雪。男人吃生肉，喝帶血的奶，穿獸皮，住在能搬走的帳篷裏。他們沒有城市，沒有宮殿，沒有詩書禮儀。他們一言不合就拔刀。女人在那邊跟牲口差不多值錢。最讓漢朝女人接受不了的，是一個叫收繼婚的習俗。怎麼叫收繼婚？說白了就是你丈夫死了之後，你得嫁給他兒子，不是你親生的那個，或者嫁給他弟弟。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是草原游牧民族很常見的風俗。你想一下這個畫面，一個漢朝的姑娘嫁過去，老單於可能比她大30-40歲，過幾年老單於死了，她船得嫁給繼子，那個繼子可能比她船大，然後繼子再死了，她可能船得嫁給下一任。這種事對漢朝的綱常倫理來說，是完全沒法接受。在漢朝人眼裏，這跟禽獸沒勾別。所以你現在明白為什麼日廷的姑娘都躲了吧？對他們來說，去匈奴不是嫁人，是發配，是一種比待在日廷更慘的命運。至少在日廷，你船是個漢人，你還呼吸着長安的空氣，你船有一尺光1萬的可能被皇帝注意到。一旦去了匈奴，你這輩子就徹底完了。消息傳開之後，整個單於庭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安靜，大家掩面都不說話，低着頭各自做各自的事。誰也不想被點到名字，誰也不想當那個倒霉鬼。葉挺另挨個屋子查名冊，想找個自願的，查了2天，一個舉手的都沒有。到了第3天，葉挺另急了，他知道這事拖不得，
呼韓邪單于等在太極殿上。漢元帝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姑娘走到了日廷令面前。她穿着最普通的青布衣，頭髮梳得整整齋齋。她不是被抽籤抽到的，也不是被人推薦的，她是自己走過嚟的。她對着日廷令行了個禮，然後說了3個字：我願望。日廷令抬起頭拎住了，他打量着面前這個姑娘，20歲左右，長得確實不錯，但也沒到驚為天人的程度。至少在他見過的幾千個宮女，排不上前列。他問你叫什麼名字？姑娘抬起頭，眼神出奇的平靜。王耿自超君。耶廷令靈在哪裏？半天沒反應過嚟。他乾這活這麼多年，見過哭的，見過鬧的，見過裝病的，見過半夜上吊的，就是沒見過主動來的。他上下打量着面前這個叫王耿的姑娘，腦子裏轉了一圈，心想這姑娘該不愧是瘋了吧？可王罕的眼神不像瘋。他站在那裏，腰板挺得不直，臉上沒什麼表情，像一塊被河水沖了很多年的石頭，光滑安靜硬。日廷令咽了口水，小心翼翼地問：你知道那是去哪嗎？王根點了點頭。你知道去了就回不來。王根又點了點頭。日廷令旋不死心：你家里人呢？你爹娘知道這事嗎？王田這次沒點頭也沒搖頭，他只是很平靜地說了一句：我家里人早就當我死了。耶廷令這一下徹底說不出話嚟了。你現在肯定想問我，他為什麼要去？正史裏未寫他的心理活動，一個字都沒有。班固寫《漢書》的時候，只留了一句話：超君自請日廷令求行。7個字一輩子就7個字，但你要是真把自己放進那個冷宮裏待上5年，你就能明白他為什麼了。他不是想開了，他是看明白了。他算過一筆賬，這筆賬那些躲起來的姑娘沒算過，所以他們害怕。但王丹算過，所以他不怕。賬是這麼算的，留在日廷，他的未來是確定的。再過10年他30歲，是日廷裏的老人。再過20年，他40歲，是被新宮女嘲笑的影子。再過30年，他50歲，連名字都不配有人記得。他跪在一間比他現在這間船小的屋子裏，孤零零的死去，屍體被拖出去隨便埋個坑。這就是他的安穩。去匈奴呢？去匈奴是不確定，可能比留下更慘對，但也可能不那麼慘。而且最關鍵的一點，你聽好了，在日廷，他是第3001個宮女在匈奴。他是阿氏。阿氏這個詞是匈奴話，翻譯過來就是王妃，不是大漢後宮裏那種要跟幾千個女人闖一個男人的妃子，是整個草原上王的女人。你明白這個差別嗎？在長安他怎麼都不是，在草原上他是唯一一個20歲的王國。坐在那間冷宮裏，算清了這筆賬，然後他梳好頭，整理好衣服，走出去說了那3個字：我願往。消息傳到太極殿上的時候，漢元帝正在煩心。他本來以為這事很簡單，隨便挑一個送過去就行了。結果日廷令回報說，未人願意去。未人願意去是怎麼意思？是他這個皇帝連一個宮女的命都做不了主，他正火着呢。日廷令又跑進來了，說陛下有一個姑娘自己願意去。漢元帝一聽，獨時喜出望外，叫什麼名字？王祥。自超君這個名字，漢元帝聽着陌生，他扭頭問身邊的太監：這人朕見過嗎？太監趕緊翻畫冊，翻了半天，翻到最後幾頁，翻出了一張被他快速
掠過無數次的畫像，那像被無言獸畫的最下的畫。漢元帝掃了一眼，嗯了一聲，說就他吧，反正呼韓邪也看不出來。這句話後來被史書一字不漏的記了下來。你聽出那裡面的冷漠了嗎？反正呼韓邪也看不出來。意思是什麼？意思是一個長得難看的宮女送出去換北方和平，既不浪費，也不可惜。這馬玉華算。漢元帝大手一揮，下旨封王昭君為永安公主，擇日送嫁。隨呼韓邪不貴。送嫁那天，太極殿上擺開了儀式。呼韓邪耽於站在大殿中央，穿着漢朝給他準備的禮服，臉上堆着笑。他等這一天等了3次了，前2次來求襯都未成，這一次終於成了。他今天心情特別好。漢元帝坐在龍椅上，一臉我施捨給你的表情。他想快點辦完，好早點打發這幫北方人滾回去。文武百官站在兩邊，等着看新娘子入場。然後殿門開了，王祥走了進來。那一刻，整個太極殿安靜了下來。我不想用美這個字形容他，美這個字太輕了，裝不下那一瞬間。我給你讀一段史書原文，你自己感受一下。後漢書裡是這麼寫的：豐容正色，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狂動左右。我翻譯給你聽。他穿着最隆重的嫁衣，妝容精緻，整個人像一團光一樣走進漢宮。他走到殿中央，微微轉過身，環顧四周那一下，整個大殿上所有的人全部站不穩，文武百官倒吸一口涼氣。呼韓邪禪於眼睛直了。坐在龍椅上的漢元帝，手裡的東西啪的一聲掉了，掉的怎麼？有說是玉如意，有說是酒杯，反正是掉了。他從龍椅上站起來，腳底下忽軟，往前走了2步，盯着殿中那個女人看。他在想什麼？他在想這人我怎麼沒見過？他這個皇帝當了這麼多年，後宮3000，他自認為好看的都翻過，他怎麼潰漏掉這麼一個？他扭頭問身邊的太監，聲音都在抖。他真是亡國嗎？太監嚇得跪下，回陛下是亡國。漢元帝又問，那朕怎麼從來沒翻到過他的牌子？太監沒敢說話，但漢元帝已經想明白了。他的目光從王祥臉上慢慢掃到站在一邊的畫師無言獸身上，那一眼，無言獸當場兩腿一軟，跪在了地上。可是沒用了，這是和親大典，當着呼韓邪單于的面，當着文武百官的面，當着整個匈奴使團的面，嫁衣已經穿上了，公主的封號已經下了。漢元帝就算再後悔，他也不能當場反悔一反悔。漢匈這樁婚事就破了一破，北方的60年的和平就沒了一抹。他這個皇帝就成了千古笑話。他只能眼睜睜的看着那個他從來沒見過的女人從他的大殿上一步一步走向呼韓邪，看着呼韓邪笑得合不攏嘴，伸出手把王昭君牽到自己身邊，看着自己這鼻子最大的一個瘤，就在他眼皮底下被一個北方老頭撿走了。史書上說，這一天之後，漢元帝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想留又不能失信。他最後做了集，他回到寢宮，翻出所有宮女的畫冊，一張一張的看，一張一張的對。他看得越仔細越心驚，他終於明白這些年他根本沒在選妃子，他在看畫。那天晚上，漢元帝下令把無言獸等一批畫師全部問罪，可這能換回什麼呢？換不回王祥了。王昭君離開長安的那一天，城外站滿了送行的人，有他的罪誤，
有匈奴的迎親使團，有朝廷派的護送大臣，船有一堆看熱鬧的百姓。他騎在馬上，披着公式的嫁衣，頭上戴着一頂沉甸甸的鳳冠。冷風一吹，鳳冠上的珠子叮叮當當的響。隊伍慢慢走出城門，所有人都在等他回頭。按照規矩，新娘子出嫁要回頭拜別父母故土，可他這次拜別的不是那一家的父母，是整個長安，整個漢朝。可是王貴未有回頭，不是一次未回頭。從城門到城郊，從城郊到驛站，從驛站到那條通往北方的官道，他一次都沒有回過頭。身邊的漢朝使臣忍不住了，小聲提醒他公主，按例該回望一眼長安。黃旗騎在馬上，眼睛看着前方，淡淡的說了一句話：回頭做雜麼呢？四個字，你細品這四字，這裏頭未有悲傷，沒有憤怒，沒有怨恨，只有一種看透了的平靜。回頭做雜麼呢？長安已經不是他的長安了，那個把他雪藏了5年的長安，那個到最後一刻才發現他的長安，那個只把他當成一件外交禮物的長安。回頭看他一眼，船有雜麼意義？他把頭扭回去，朝着北方的大漠，一個人往前走。你以為這就是一個女子出塞，心繫故土的悲情故事？不，後面船有更狠。從長安到匈奴皇庭走了大半年，皇庭這一路經歷了雜麼我就不細說了。風沙嚴寒水土不服語言不通，能經歷的全經歷了。她從一個白白淨淨的南方姑娘，變成了一個皮膚被曬得粗糙，嘴唇被風吹得乾裂的塞外婦人。但她沒倒下。到了皇庭的第一個晚上，呼韓邪單於在大帳里為她辦了迎親宴，篝火燒得很旺，匈奴的勇士們圍着火唱歌跳舞，端着大碗的馬奶酒，一碗一碗的敬心單于和新春事。王昭君坐在呼韓邪身邊，接過一碗馬奶酒。那酒你聞過嗎？又酸又生，漢朝人喝一口能吐3天。王昭君端着那碗酒，在眾人的注視下，一口氣全喝完了。喝完之後，他把空碗倒扣在桌上，對着呼韓邪露出了一個笑。那是他這幾個月裏第一次笑。整個大帳里的匈奴人都擰了一下，然後爆發出震天的歡呼。呼韓邪留住他的肩膀，用他那一嘴聽不清楚的匈奴話大聲說：這是長生天賜給我的女人。那一刻黃根心裏想的是雜麼？我猜他雜麼都沒想，他只是在告訴自己一件事：從今天開始，這裏是我的家了。既然是家，就得像個家裏人的樣子。呼韓邪對他好不好？說實話真的好。這個比他大了快40歲的匈奴老單于把他捧在手心裏，他給他最好的煎醬，最好的馬，最好的奶，最好的牛羊。他甚至專門讓人給他燒漢式的茶，做漢式的飯。雖然做的4不像，但那是這片草原上他能給他的最高規格的尊重。兩個人之間有愛情嗎？我不知道。正史沒有記載，野史裏的說法花里胡哨。但有一件事是真的，呼韓邪給王昭君上了一個封號，叫寧胡阿氏。雜麼意思？讓匈奴安寧下來的女人。這4個字是一個匈奴單于能給一個女人的最高榮譽，她的分量比漢朝的皇后還重。第2年王昭君生了一個兒子，取名伊圖之牙斯。這孩子一出生，呼韓邪高興的在草原上連着辦了3天宴會。那段日子是王昭君這輩子最安穩的一段。他有了自己的帳篷，有了自己的牲畜，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一個雖然聽不太懂話，但對他好的要命的男人。他學會了騎馬，
學會了射箭，學會了用匈奴話根。下人說把這個拿過來。長安城好像很遠了，遠到有時候他半夜醒嚟都想不起來長安城的城牆是怎麼顏色的了。可是老天爺這個東西，你越是不想他動，他越要動你一下。呼韓邪駕黃巾的時候，已經快60歲了。在那個年代，60歲是妥妥的高齡。2年之後，公元前31年，呼韓邪單於病死。王昭君22歲，他抱着船不到2歲的兒子跪在呼韓邪的靈像前，按匈奴的規矩，他要為他守靈，要穿素，要剪頭髮，要用草灰抹臉。他一樣一樣的做，做的比任何一個匈奴女人都標準。做完這些，他回到自己的帳篷，把兒子放在床上，自己坐到床邊坐了很久。然後他做了一件事，他拿出紙筆，給遠在長安的漢朝朝廷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很簡單，他用最恭敬的語氣請求朝廷允許他帶着兒子回漢朝。他以為他的任務完成了，呼韓邪死了，他作為和親使者的使命也該結束了。他22歲，船年輕，船可以回家。雖然那個家早就不是他的了，但至少他可以回到那片他熟悉的土地上，說他熟悉的話，看他熟悉的人。他太累了，這2年他在草原上咬着牙硬撐。他撐得住，是因為他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個任務，總有一天能回去。現在呼韓邪死了，他覺得那一天到了。他把信封好，交給使者，送回長安。然後他開始等。他等了多久？史書沒記，但從匈奴皇庭送信到長安，再從長安送詔書回匈奴，一來一回，最少3個月，最多大半年。你想一下，那3個月他是怎麼過的？每天天不亮就起來，站在帳篷口往南看看那條通往長安的路，看有沒有一個騎着快馬的使者揚起塵土過來。看不到就回去給兒子餵奶，餵完奶再出來看一遍。就這麼等，從夏天等到秋天，從秋天等到初冬。草原上的風一天比一天冷，他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沉。他開始懷疑是不是長安把他忘了。他不敢往最僻的方向想。他每天晚上抱着兒子睡覺，心裏一片一片的告訴自己，漢朝這麼大一個國家，總不配把一個為他去和親的女人給丟了吧，總不配的。終於有一天，漢朝的使者來了，王昭君激動的差點摔倒。他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梳好頭髮，把兒子交給奶媽，快步走出帳篷去迎。使者下馬，恭恭敬敬的給他行禮，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卷詔書，雙手奉上。王啟的手在抖，他接過那卷詔書，展開，然後他就僵在那裏。詔書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話，短到他那顆等了3個月的心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那句話是從胡族3個字，沒有別的，沒有解釋，沒有安慰，沒有你辛苦了，沒有等朕想辦法，就這3個字。你知道從胡族這3個字對黃巾意味着什麼嗎？我前面跟你說過匈奴的收繼分習俗吧。丈夫死了，妻子要嫁給繼子。呼韓邪死了之後，按匈奴的規矩，王昭君要嫁給呼韓邪前妻，生的大兒子伏誅淚若單於。他之前之所以敢寫信回長安，就是賭漢朝愧念在他的功勞上，不讓他做這件在漢人看嚟傷風敗俗的事。他以為朝廷會說王昭君，你回來吧，我們給你賜個名分，讓你安度餘生。可是漢朝的新皇帝漢元帝已經死了。
此時在位的是漢成帝，只給了他3個字充胡族，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在哪邊就按哪邊的規矩辦，別麻煩我。這3個字像一把鈍刀子，慢慢的，一點一點的把王肯這2年賺下的那點希望全部割碎了。他捏着那卷詔書，一個人走回自己的帳篷。他沒哭沒鬧沒摔東西，他就坐在帳篷裡，從白天坐到晚上，從晚上坐到第2天早上。帳篷外危子哭了，奶媽抱着他哄。帳篷外下人們小心翼翼的做飯，不敢大聲說話。帳篷外草原上的風一陣一陣的吹，帳篷裡只有一個22歲的女人聶着一帳子坐了一整夜。第2天早上他起來了，他洗了臉，梳了頭，換上乾淨的衣服。他走出帳篷，把危子從奶媽手裡接過嚟，抱進懷裡，給他餵奶。危子睜開眼睛看了他一眼又閉上，他低頭看着懷裡的危子，看了很久，然後他告訴自己，好就3個字好，從胡族長安不要他，那他就不回長安了。漢朝把他當成一件送出去的禮物，那他就不再是漢朝的人了。從今天開始，他就是這片草原的女人，他要在這裡活下去，帶着他的危子，帶着呼寒邪留給他的尊容，帶着那把藏在他枕頭底下的桃木梳子，他要在這裡活出一個誰都不敢小看的樣子來。那天下午，他主動派人去現新禪於浮珠淚，他傳的話是按胡族辦，他嫁給了福珠淚。這個新的丈夫比他船小幾歲，按漢朝的倫理，這是一件讓人無法接受的事。他是他的小馬，他餵過他弟弟伊圖智牙斯的奶，但草原上沒有這種忌諱。草原上的邏輯很簡單，女人是部落的財產，老善於死了，財產貴新善於。你要是從漢朝的視角看，這簡直是屈辱。但王昭君這麼看，他後來又給福珠淚生了2個女人，一個叫須卜居次雲，一個叫當於居次。居次在匈奴話裡就是公主的意思。這2個女人後來做了雜魔。我代括告訴你，這裡有一個讓所有講王昭君故事的人都不提，但其實特別炸的細節。王昭君在草原上又活了10幾年。這10幾年他幹了雜魔，正史沒有寫太多，但從零星的記載裡，你能拼出一個大概。他幫着福珠淚單于處理漢匈之間的外交，他教自己的危子和女危鬥漢字說漢話，他把漢朝的農耕技術、紡織技術、醫樂知識一點一點的帶給匈奴人。草原上的人開始學會種穀子，開始學會用漢朝的鐵器，開始學會用漢朝的方式治病。你知道這意味着雜魔嗎？意味着匈奴開始變得不那麼像野蠻人了。一個原本靠搶劫為生的游牧帝國，因為一個女人的存在，開始慢慢的、不情不願的被漢文化滲透。他們的皇庭裡出現了漢字匾額，他們的貴族開始穿漢式的衣服，他們的將軍開始學着用漢朝的方式打仗，不是打漢朝，而是打別人。這種變化比派10萬大軍去打一場仗船要管用。漢武帝打了幾十年都沒做到的事，王耿赤用10幾年，悄悄的就那麼做到了60年。漢匈之間沒打仗的60年，就是這麼一天一天賺出來。公元前19年左右，王昭君在草原上病逝，具體怎麼死的，史書沒記，就一句話：昭君卒於匈奴。她死的時候，身邊是他的2個女人和幾個匈奴侍女。他的危子伊圖之牙斯已經長大了，正帶着匈奴的軍隊在北方巡邊。他後來在匈奴的貴族裡位置極高，是草原上數一數二的人物。臨死之前，
他把自己那把桃木梳子從枕頭底下摸出來，交給了大女危蘇卜居次雲。他用已經很虛弱的聲音說：將來你要是有機會去長安，把這個帶回去。大女危流着淚接過那把梳子，點了點頭。王進看着他，好像船想說什麼，但沒說出來。然後他慢慢閉上了眼睛。他死後被葬在匈奴的草原上，那座墳後來有個名字叫青冢，為什麼叫青冢？傳說每到秋天，塞外的草都枯黃了，只有他那座墳上的草船是綠的，所以叫青冢。一座永遠朝南的長滿青草的墳，這當然是傳說，但這個傳說流傳了2000年，說明一件事，在老百姓心裏，這個女人一直未死。我跟你說一個史書裏藏着的冷知識，你聽完就明白王昭君有多狠。他死後大概20多年，漢朝和匈奴之間發生了一場外交危機，兩邊的關係突然變得很緊張，眼看就要打起來。就在這時候，漢朝朝廷派了一個使者去匈奴調解。匈奴這邊誰出來接待這個使者？是一個女人，王昭君的大女危蘇卜居次雲。這個在草原上出生長大的匈奴公主穿着漢式的衣服，說着流利的漢話，親自到邊境上接待漢朝使者。他代表匈奴皇庭和漢朝談判，他用他馬教他的那些東西，一點一點的把兩邊的矛盾化解掉。他甚至親自回了一趟長安，帶着什麼？帶着他馬臨死前交給他的那把桃木梳子。他在長安待了一段時間，參與漢匈之間的外交斡旋，然後又回了草原。這一趟來回，你品品王昭君15歲離開富貴的時候，他娘塞給他一把桃木梳子，5年冷宮，10幾年塞外，2任丈夫，一個兒子，2個女人。這把梳子從來沒離開過他。最後他把梳子交給女人，女人替他把這把梳子送回了長安。梳子走了1個圓，王昭君走了一輩子沒能回去的長安。他的女人替他回去了，而他當年在漢宮裏忍下的那些委屈，在冷宮裏熬過的那些黑夜，在草原上咽下的那3個字，全部通過他的女危變成了漢匈之間的另一份情分。讓我們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王昭君的出塞到底是認命船是反抗？我想了很久，我的答案是都不是。他不是認命，因為他是自己舉的手。逸亭裏幾千個宮女躲得遠遠的，只有他主動走到逸亭令面前說我願往。這不是一個認命的人會做的事，可他也不是反抗。他沒有去跟那個制度對着幹，沒有哭鬧，沒有絕食，沒有控訴。他只是在一條被別人給他畫好的路上，自己挑了一條走。那他到底是怎麼？他是一個在沒有算賬的時候，依然能替自己做主的女人。你仔細想想王昭君這一輩子，你給他的算賬題有幾道是公平的？15歲被算入宮，這不是他算的；5年冷宮被雪藏，這不是他算的；被畫師畫成最醜，這不是他算；送去匈奴和親，這是他自己算。但那是在幾千個姑娘都躲起來之後，他在一堆爛牌裏挑的一仗。呼韓邪死後要嫁繼子，這不是他算。漢朝朝廷只給了他3個字：死在草原上，這更不是他算。他這一輩子，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別人決定，可就是這麼一個沒有算責權的女人，最後卻被2000年後的我們繼承了4大美人之一。他用一把別人塞給他的牌，打出了一手誰也想不到的好局。這才是王昭君最厲害的地方，不是他美，不是他慘，是他從來沒有在沒得算的時候躺平。我想把這個故事送給每一個在深夜刷到這條視頻的你。
你可能也像王超軍一樣，困在一份沒有上升通道的工作裏，困在一段沒有未來的感情裏，困在一個你從來沒算過的城市，困在一個別人給你規劃好的人生裏。你可能也覺得自己這鼻子好像就這樣了，折騰不動了。算了吧，我想跟你說一句話，不是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有的算，但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在哪條沒得算的路上走出雜魔姿態。有人在冷宮裡爛掉，有人在冷宮裡等到了一次出賽的機會，有人在松湖族面前崩潰了，有人在松湖族之後把草原走成了自己的皇庭。命運罰雜魔牌，你決定不了，但這手牌怎麼打，永遠都是你自己的事。2000年前的王超軍替我們證明了一件事，哪怕你的人生從第一天起就被人寫好了劇本，你也可以在某一個瞬間從劇本裡走出來。他死在塞外，手裡攢着一把桃木梳子，長安沒有一個人為他點燈，因為整個草原都在為他守夜。好了，今晚的故事就講到這裡。四大美人裡，我最心痛的其實不是王超軍，是那個站在日亭門口對着奕廷令說我願望的王錦。那一刻他才20歲，他怎麼都不知道，他只是不想再熬下去了。可就是那個決定，讓一個湖北子貴的小姑娘把自己的名字刻進了中國歷史最重的那一頁。我想問問你，如果你是20歲的王國，在冷宮熬了5年之後，面前擺着兩條路，一條是繼續在長安爛掉，一條是去塞外賭一把，你會舉手嗎？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答案，也告訴我，在你現在的人生裡，有沒有哪一件事，讓你特別想像王超軍一樣，對着你現在的日亭說一句我願望。我是你的睡前歷史故事，關注我下一期，我們接着聊那些被寫進史書裡的有血有肉的人。晚安，朋友們。